OK， 我哋而家開會開公開嘅部分。大家好，我謹代表監警會歡迎警方嘅同事今日嘅來臨。首先有 DMS 趙詠蘭女士 Margaret Chiu。ACP 徐湘怡女士。總警司 Karen 曾女士。同埋一眾同事，我唔逐一位歡迎啦。咁我講一講，今日我哋有2位新嘅同事加入嘅。第一位呢，就坐喺左上角嘅Carmen Khan 議員簡慧敏。第二位係我哋新嘅副主席 Michael Lee 李振強先生。亦都多謝有2位嚟我哋呢個委員會而去嘅服務咗過往嘅同事。一位就係我哋嘅副主席Peter Shu 邵家輝先生，我哋多謝佢嘅貢獻。另外一位呢係陳澤明先生，我哋嘅委員，亦都係離開咗呢個崗位㗎啦，多謝佢貢獻。我哋今日有2位同事因事不能來臨嘅，一位呢就係林峰教授因事不能來臨，另外一位呢就係我哋嘅Dr. Stanley Yim 嚴玉麟博士也因事不能來臨嘅。咁樣呢，就我哋而家呢夠咗足法定人數，我哋而家夠時間開會啦。第一個議程呢，就上一次嘅 minutes 會議記錄，我哋未有收到，大家要任何一位同事要修改嘅。咁如果另外冇修訂呢，我哋而家通過好嗎？好。Thank you。咁第二項呢，就係我哋嗰個今日呢，我哋係 mandatory reporting of child abuse ordinance 係650啊。警方個代表同我哋介紹下邊一位簡介啊 ？Thank you。多謝主席。主席、各位委員，為咗令香港嘅兒童呢有全面而有效嘅保護網呢，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喺今年嘅1月20號呢係正式生效。條例將兒童呢定義為18歲以下人士，指明呢25類嘅有機會接觸到兒童嘅專業人員呢為強制舉報者。佢哋呢，如果喺工作過程當中察覺有合理理由懷疑兒童呢係正遭受嚴重嘅傷害，或者正面對遭受嚴重傷害嘅實際風險呢，係必須喺切實可行嘅範圍盡快舉報，以便呢就係可以保護到受虐嘅兒童。為咗令各位更加深入了解到呢條條例同埋警方嘅行動考量以及檢控嘅程序呢，稍後時間呢，家庭衝突及性暴力政策組嘅總督察譚奕媛 Yvonne 會同大家講解一下。我將時間交俾 Yvonne。 Thank you, Stephen。Yvonne 同我哋講好嗎 ？Thank you。好，主席、副主席，咁多位委員大家好。我係嚟自警務處家庭衝突及性暴力政策組嘅總督察，咁我叫Yvonne啦。今日真係好榮幸可以嚟到聯席會議度呢，同大家講解一下一條呢啱啱實施嘅全新嘅香港法例，就係香港法例第650章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咁其實呢成條條例呢係個政策局呢就係勞工及福利局嘅，咁但係強制舉報虐兒，警隊守護最前。咁我哋其實警方呢喺草擬個法案啦，去到之後嘅準備工作啦，線上線下同埋呢教育到最終執法呢，咁我哋都其實我哋都參與咗好多。咁所以呢，今日呢，我就藉住呢個機會呢，向大家講解一下條例嘅主要條文啦。第二就係呢，警方對外對內嘅宣傳工作。因為咧，其實我哋咧係希望真係成個對外方面咧，我哋希望成個社會都認識呢條法例，先至可以咧提升咗整體咧保護兒童嘅意識啦。對內咧，我哋都需要咧全部警務人員咧好熟悉呢條例咧，先至可以進行到咧相關嘅執法工作。咁之後咧就會就住咧整個條例嘅舉報流程啦，同埋咧我哋處理虐兒案件咧，其實警方咧喺調查啦，同埋之後嘅審訊工作咧，其實我哋做咗啲乜嘢咧嚟去保護兒童？咁都希望咧今次嘅簡報咧，可以令到咧委員們咧都更加了解我哋警方喺相關方面嘅工作嘅。首先，條例嘅政策目標咧就好直接嘅。咁呢條條例其實係今年嘅1月20號正式實施。其實我哋都係希望咧，可以透過一個好清晰啦、完善嘅舉報機制咧，更加可以及早有效可以發現同埋介入到咧嚴重嘅虐兒個案，防患於未然，達至咧保護兒童嘅政策目標。
咁主要規定咧，其實有幾點嘅。究竟佢哋其實成條條例就係定明一班指明嘅專業人員咧，就為強制舉報者。咁咧，條例亦都講解咗有啲乜嘢情況底下必須作出舉報，即係個舉報範圍啦，違者要承擔刑事責任。但係咧，成條條例其實亦都為咗呢班指明專業人員咧，提供咗一啲法定嘅免責辯解同埋法律保障。咁今日咧，我就會就住呢幾點咧嚟去同大家講解一下。咁頭先Stephen Sir 都講咗啦，保護兒童，咁喺呢條法例裏面，兒童就係代表18歲以下嘅人。而究竟強制舉報者係一班乜嘢人呢？咁條例都定明咗25類嘅指明專業人員，包括18類嘅醫療衛生界、4類教育界同埋3類社會福利界人士。咁你會見到咧，其實除咗我哋平時講嘅西醫啊、中醫啊、護士等等之外，牙醫、視光師、言語治療師、營養師，甚至乎心理學家，其實都係強制舉報者嚟嘅喎。咁啲人好成日都會問，點解係呢25類啊？咁正正就係呢25類人士，其實佢哋專業啦，有一定嘅法例條例啦、規例啦，嚟去規定佢哋啦，亦都有啲工會咧要去佢哋咧要先行註冊咗咧，先至可以執業嘅。咁呢一班人係專業嘅啦，亦都係咧喺兒童咧喺日常生活中定期或者經常會接受到佢哋服務嘅人。咁因此咧，我哋呢條法咧就界定咗呢25類嘅指明專業人員啦。咁舉報範圍咯，條例嘅第4條都講咗啦，指明專業人員喺佢哋咧執行緊佢哋呢個專業身份嘅工作過程之中，如果有合理懷疑，佢合理懷疑當刻嗰個關鍵時間，即係佢發現嘅時候嗰個時間咧，個受害人係18歲以下，而正遭受嚴重傷害或者面對遭受嚴重傷害嘅實際風險嘅時候，咁稍後我都會同大家講何謂嚴重傷害嘅。咁喺呢一刻就要喺切實可行嘅範圍裏邊，盡快作出舉報啦。條例第4條都講得好清楚，乜嘢係嚴重傷害啦？咁我哋就分為4大類啦：身體虐待、性虐待、精神虐待同埋疏忽照顧啦。首先，我會同大家講一講身體虐待。其實咧，你會睇到係好危急嘅。任何危及兒童嘅生命傷害，或者係影響咗佢身體健康而急需治療嘅時候，指明專業人員就要舉報啦。咁有7個情況啦，你睇到係喪失肢體功能啦，冇視覺、聽覺、內臟損傷、任何形式嘅骨折、燒傷、大量出血、喪失知覺或者知覺功能受損等等，呢啲都係條例所定明嘅身體傷害嘅嚴重傷害嘅情況。去到性虐待啦，任何咧脅迫或者引誘兒童咧去作出以下行為啦，當中包括強姦啦、性交、肛交、亂倫或者任何嚴重猥褻行為，呢啲性傷害都係要作出強制舉報嘅。去到疏忽照顧嘅情況啦。第一個會係我哋沒有為該兒童提供一啲必需品維持佢嘅生命或者健康，或者第二個係將佢哋置喺一個危及生命或者健康嘅情況。最經典嘅例子就係一啲父母可能本身都係吸毒人士，佢哋咧罔顧咧小朋友有機會接觸到啲危險藥物，而喺屋企亂咁擺，去到最後小朋友真係吸食咗，或者有機會吸食咗，等等呢啲都係一啲疏忽照顧嘅嚴重傷害嘅例子。去到第4類傷害咧，我哋成日講精神虐待。咁精神虐待嘅意思係乜嘢咧？其實就係一啲施虐者咧，佢做咗一啲嘢或者冇做一啲嘢，導致兒童承受咗2個結果，就係精神錯亂或者長期嘅心理創傷。咁但係咧，其實即係都唔包括咧，我呢條條例都講咗，唔包括一啲咧平時生活上變故嘅情緒反應，即係可能小朋友讀書壓力大啦，或者人際關係唔好嘅時候，嗰一啲情緒方面嘅困擾或者悲傷咧，咁就唔包括喺呢一個精神虐待嗰方面嘅。咁講完呢4類嘅嚴重傷害啦，就會講一講咧，其實舉報規定係啲咩咧？就係話舉報喎，咁同邊個舉報咧？主管當局其實就有2個。
分別係警務處啦同埋社會福利處。而對舉報嘅規定咧，亦都好清晰，要佢哋咧強制舉報者交3類資料嘅。第一當然係要辨識到兒童嘅資料啦，我哋一定要揾得翻呢個小朋友出嚟啦。第二就係要講得出頭先嗰4類傷害係邊一類嘅傷害。第三咧就係佢哋指明專員必須留佢哋聯絡資料，等我哋可以即時作出跟進同埋調查嘅。咁而舉報咧，亦都係以社會福利處處長嘅指明方式作出。等陣間我稍後亦都會講嘅。然而咧喺舉報範圍之下咧，條例亦都咧有定明咗一啲豁免嘅情況，係就算小朋友受到嚴重傷害，而啲專業人士遇到嘅時候咧，都唔需要，都係豁免作出舉報嘅。咁咧左邊呢3個其實即係我籠統啲嚟講就係一啲意外。第一個唔係由照顧者嘅嚴重疏忽導致嘅意外啦。第二就係小朋友自己本身做嘅意外啦。第三就係由其他小朋友做到嘅嚴重傷害。咁點樣唔係照顧者嘅疏忽照顧咧？都可以舉個例啦。即係可能大家一家大細去酒樓飲茶，真係意外地俾個侍應生棘到一盆滾水淋咗落去。咁呢個時候，就算小朋友做咗嚴重傷害，但係咧都係一個豁免嘅情況底下嘅。咁而右手邊呢3個咧就直接啲講就係主管當局已經知道㗎啦，係由主管當局告知你啦，又或者由另外一個指明專業人員已經作出舉報，又或者係呢個人員本身已經就住呢個傷害作出舉報嘅情況，已知嘅主管當局已經做緊調查嘅，就係可以豁免㗎啦。咁頭先咧，我哋亦都有講到，遇到呢啲情況啦，個舉報範圍，我哋喺切實可行嘅情況之下，盡快作出舉報喎。咁有啲咩？咁如果我唔盡快，我唔舉報，我延遲舉報，有冇問題呢？條例咧定咗一個法定嘅免責辯護，而延遲舉報，但係如果嗰個指明專業人員係真係真誠相信我延遲舉報，其實係最合乎兒童嘅最佳利益。咁舉個例，即係其實講緊一啲咧，尤其是家庭內嘅性侵案件，其實一旦發生咗，小朋友無論心理上啦，或者情緒上都係好困擾、好慌亂嘅時候，如果即時報警，要佢哋面對即刻一連串嘅調查咧，其實未必對小朋友係作出最佳嘅利益嘅考慮。咁呢個時候咧，如果指明專業人員係喺當時嘅情況作出啲合理嘅行動，譬如個社工或者老師帶佢離開屋企，去到啲庇護中心，接受一啲心理嘅治療啦，等佢啲情緒穩定翻嘅時候，先作出保障咧，先作出舉報咧。咁呢個亦都係符合咗呢條條例嘅免責辯護嘅情況嘅。除此之外咧，法定呢條條例亦都為咗指明專業人員咧提供咗一系列嘅法律保障啦。咁第一就係任何人係唔可以阻撓佢哋舉報啦。第二就係唔可以披露舉報者嘅身份啦，作出一啲惡意嘅攻擊啦。咁呢樣咧都係希望咧指明專業人遇到呢啲創傷嘅時候，可以好安心地向主管當局去舉報呢件事情。亦都有好多人擔心啲專業人員，如果最後你哋告唔成嗰個施虐者，我會俾佢告翻轉頭啊！我會有機會俾你哋話我報假案啊，或者俾人告我誹謗啊！咁為咗保障呢一班指明專業人員咧，呢條保障條文亦都講得好清晰。任何專業人員係唔會因為咧你舉報而招致任何民事或者刑事嘅法律責任，亦都唔會被斷定咧你違反咗譬如嗰個組織啦、嗰間學校啦、嗰間中心所定嘅守則嘅。咁而相關罪行咧就係頭先我所講啦，冇舉報啦、阻撓人哋舉報啦，或者披露舉報者嘅身份咧嘅罰則都係一樣，都會判處咧第5級罰款5萬蚊啦，或者監禁3個月嘅。咁講完條例嘅主要條文咧，我就會講下咧警務處咧就住呢條條例新實施咧，我哋對外對內嘅準備功夫啦。
咁第一，其實咧，我哋咧就喺上年10月咧，我都舉行咗一個大型嘅嘉年華啦，聯同咗咧勞工福利局咧一齊去做一啲攤位咧嚟去宣傳呢個新嘅條文啦。而我哋政策組咧喺2024年開始咧，亦都同咗唔同嘅辦學團體咧一齊合作咧嚟去做相關嘅教育講座。咁其實直至到今日咧，我哋都舉行咗超過50場啦，接觸咗大約1萬名嘅指明專業人士咧嚟去同佢哋講解新嘅條例啦，同埋警方咧嘅執法行動。咁右手邊咧就係喺條例實施當日啦，1月20號，我哋都同勞福局咧一齊去做咗一啲咧街頭嘅宣傳嘅。另外咧，我哋亦都係喺我哋警方嘅社交媒體啦，或者我哋去咗唔同嘅媒體啦去做訪問，嚟去講述警方嘅準備工作啦。另外下低嗰個咧係為指明專業人員咧設立嘅保護兒童網上課程咧，咁我哋警務處咧亦都有份去參與呢個製作啦。其實至今咧都有超過11萬人次咧已經係登記咗呢一個網上課程㗎啦。到對內嘅培訓咧，首先其實我哋都同咗律政司一齊咧做咗一個聯合簡報，就住呢一啲檢控嘅要點咧，去同咁多位刑偵人員去講解啦。其實我哋成個警務處電子課程啦，俾全部警務人員嘅訓練日套件啦，我哋嘅教學短片啦，亦都推出咗一系列嘅實務指引，同埋線上教學，都係希望咧，無論任何一個崗位嘅警務人員，包括軍裝啦、刑偵啦嘅同事咧，都可以了解呢一條法例啦。咁頭先講咗咁多資料咧，我哋都整合咗一個內聯網嘅資料庫咧，去俾咁多個同事咧去了解啦。咁下低有個特別啲啦，行動指引卡其實咧都係俾前線報案室嘅同事咧一睇到一知道係呢啲案件咧，佢哋即時可以點樣做啦。咁另外咧，我哋都善用科技啦，我哋有我哋嘅人工智能機械人啦。當同事遇到啲咩問題嘅時候咧，其實都係透過呢啲軟件咧嚟去攞到佢有嘅答案啦。到最後咧，我哋咧亦都咧就住咧同小朋友取證咧嘅家居錄影室咧，都因應住我哋預期會上升嘅虐兒案件嘅數目咧，而我哋咧由以往咧全香港有5間咧，我哋都增加咗多1間，依家都有6間嘅家居錄影室㗎啦。跟住落嚟咧，會同大家講咧，警方接到呢啲相關強制舉報嘅時候咧，我哋嘅處理流程。咁頭先講咗咧，處長定名嘅方式咧，其實就有幾個。咁當然緊急情況底下就打999啦，非緊急嘅情況咧，可以聯絡警署啦，或者去社署嘅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我哋叫 FCPSU 啦，嚟去作出舉報嘅。然之後咧，就會透過我哋嘅電子舉報平台咧，提交所需嘅資料咧，咁就係完成咗一單舉報嘅過程㗎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流程圖啦。其實當強制舉報者透過999或者去到警方嗰度舉報咧，我哋就輸入晒所需嘅資料嘅時候咧，呢啲資料咧就會好即時、準確、安全咁樣咧去到我哋嘅舉報平台啦。然之後咧，社署就會即時收到㗎啦。咁調翻轉咧，社署都係喎，佢哋一收到舉報者嘅舉報之後咧，都會咧透過個舉報平台，又可以即時俾到我哋。咁我哋咧就會由電郵啊、即時訊息都會收到呢一個嚴重虐兒案件，可以即時去處理㗎啦。咁去到最後咧，都會同大家講解一下，其實警方一般對於虐兒案件咧嘅調查嘅處理啦。咁其實我哋都分咗3層架構，咁就由我哋家庭衝突及性暴力政策組咧，負責政策上嘅層面啦，包括修例啦、立法啦、程序啦、訓練等等嘅各方面啦。而去到總區方面咧，我哋有一個虐兒調查組，我哋叫 CARU， 專係咧會接受一啲嚴重嘅虐兒案件。咁去到其他嘅一般虐兒案件咧，我哋會交由警區嘅刑偵隊伍負責嘅。咁頭先你都睇到咧，我哋有個家居錄影室啦，呢度都可以同委員介紹一下。我哋咧其實對小朋友或者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咧，嘅保護措施咧其實好多嘅。我哋唔希望咧佢哋咧入去警署嗰度接受我哋警方嘅調查啦，要佢哋重複翻成件受虐嘅經過啦。於是乎咧，其實我哋當同佢哋取證
叫做俗稱攞口供嘅時候咧，我哋唔係用紙筆寫低，相反咧我哋咧其實係由一班受訓嘅警務人員啦、社署嘅社工啦，或者臨床心理學家咧，係一個好安全舒適嘅地方，就係我哋嘅家居錄影室，同佢哋咧透過錄影會面嘅形式咧，同佢哋攞到案發嘅案情。而呢一餅帶咧，亦都將會咧擺喺法庭嗰度咧，作出主問嘅程序。小朋友咧唔再需要喺法庭受審訊嘅期間咧，重新再重複一次佢受虐嘅經過嘅。而我哋咧亦都喺2022年咧成立咗咧保護易受傷害證人及兒童專責小組啦。咁呢樣嘢其實我哋都知道，每一單虐兒案件，我哋都係同時間競賽。我哋為咗要加速檢控調查嘅程序咧，我哋係同律政司同埋社署咧緊密聯繫，去將一啲檢控嘅工作咧加快，咁導致咧係真係為咗小朋友咧最佳利益而着想嘅。去到最後咧，審訊咧亦都係頭先我所講嘅咧，就係佢哋第一，佢哋唔需要喺法庭嗰度重新憶述佢受虐嘅經過啦。而我哋咧都會用一個電視直播嘅方式，佢哋唔需要喺法庭現身，佢只需喺一間特別嘅房間，喺支援證人者陪同底下咧去作供嘅。咁以上咧就係我哋警方咧對於虐兒案件調查同埋審訊咧嘅保護兒童工作。咁啊，今日都講咗法例嘅條文啦，警方嘅對虐兒案件嘅相關工作啦。咁依家都歡迎咁多位委員嘅提問嘅。Thank you。有冇邊位委員想提問或者有意見講啊？阿林健康先生。係，多謝主席。有兩個問題呢。第一個我睇到嗰個主要原則，一開始講話係通過強制指明專業人員，咁即係強制頭先類別嘅專業人員啦。我想知道實際操作性嘅時候，你點樣強制佢呢？我嘅猜測呢，就係應該後來你哋發現到有個虐兒案嘅案件，跟住呢就經過可能呢個虐兒案其中經過幾個呢啲專業人員，而佢哋係疏忽或者唔記得咗，或者係冇舉報，係咪咁樣去強制佢呢？用呢個方法呢，即係被動啲嘅方法呢？否則你點樣去執行？即係點樣去強制呢啲專業人員，因為你唔會知噶嘛。除咗你發現咗呢件事之後，呢個係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見到你嗰個舉報平台咧，咁我睇到你嗰個 group 咧有咁多嘅專業人員咧，都係喺唔同嘅 category 裏邊都係可以舉報嘅。咁我 believe 咧，因為有呢條例生效之後咧，佢哋每日見咁多咧，一定有好大量嘅個案，咁樣會不停咁俾你哋嗰個舉報平台。我想知道個舉報平台，我唔明白，因為我知道你哋同社署合作啊，咁係咪經過一個大數據嘅 system 幫你去解決咁大量嘅案件呢？定係點樣嘅呢？或者講解一下。Thank you。Thank you。警方邊位回應啊？主席，咁我都會回應嘅。其實第一條咧就住我哋點樣強制呢班專業人員咧？咁我都套用咧勞工及福利局孫局長嘅説話啦。成條條例嘅精神並唔係為咗咧要懲罰呢一班強制舉報者、指明專業人員。成條條例精神真係希望加強大家嘅意識，係大家知道呢一啲嚴重傷害係刻不容緩嘅。我哋要保護兒童，我哋就應該要識得即時舉報，同埋我哋就訂立一個咁完善嘅機制，等佢哋知道揾邊個舉報同埋點樣舉報。咁我相信咧，呢個就係立法嘅精神啦。所以真係而警務處亦都相信我哋都唔希望我哋會執行或者檢控到呢啲案件嘅。咁第二咧就係講緊大量嘅舉報嘅時候，我哋嘅舉報平台點樣去處理啦？咁呢方面咧，其實我哋同社會福利署咧，其實都叫做係共同研發咗呢個平台啦。當中都經歷過無數嘅電子測試嘅。咁而我哋咧依家運行咗個幾月啦，其實都非常非常順利。咁由條例實施到依家其實強制舉報嘅轉介個案咧，大約60幾宗嘅啫。咁我都相信咧，我哋個電子平台係絕對有足夠嘅能力咧嚟去應付呢啲嘅案件嘅。咁多謝主席。Thank you very much。陳先生。主席係多謝。
唔好意思，因為我想講呢個呢，今次我講會長少少嚇。點解呢？就係係有真係一個真實個案嚇。咁就係有關呢，你哋成立2022年嘅時候呢，保護受傷害證人同埋兒童專責小組嘅時候呢，就有3個部門啊，警方、律政處同埋呢一個社會福利處。咁就正正呢樣嘢呢，我亦都記得我哋約網喺2022年嘅8月份呢，喺同一個地點同一個會議，即係 joint meeting 呢，你哋亦都派咗同事嚟講解有關呢一個部門佢哋點樣去處理，點樣加快去處理呢啲個案嘅。咁亦都喺2022年嘅9月呢，其實當日我已經提出過一個問題，就係話：你哋有呢個部門，但係需要同我哋啲，因為我係一啲即係呢類社會福利嘅部門嘅其中一個，當日我係主席啦。咁我就已經提出話咁你哋需要同佢哋前線嘅人員講解，究竟點樣係會觸犯咗呢個條例呢？咁樣。咁點知呢？喺9月份呢，我8月份講啦，9月份呢就已經發生咗一啲個案嚇。咁就係由呢一個組呢去作出一啲嘅調查同埋檢控。咁但係呢，到最後呢，就發覺呢，到最後係其實已經去到法庭，但係都做最後嘅最後嘅情況呢，係冇作出起訴。咁點解呢？就係因為當日成立咗呢個組嘅時候呢，係快速，但係未訂立一個好實在嘅標準，究竟乜嘢情況係令到嗰個前線人員呢係應該係被起訴啊，或者佢係犯咗刑法啦，或者未。好啦，咁我今日睇翻你哋呢個成個法例嘅製成呢，我好高興嚇。非常之高興，咁就係睇到咧政府咧同埋你幾個部門咧係真係回應咗，知道社會知道前線嘅情況係有好多好特殊嘅。今日我睇到入邊嘅乜嘢需要去舉報啊，各方面咧係達到一個唔係唔低嘅標準，我唔好話好高，係一個唔低嘅標準，即係話咧亦都冇咁容易令到前線嘅人員咧跌咗落去一個即係唔知情況之下，或者去一個無心無意嘅情況之下呢，去牽涉咗一堆法律嘅糾紛嚇。咁我就睇到呢個條例呢，我非常之高興，同埋睇到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條例。我哋知道前線係需要有監管，但係前線亦都只係付出努力，有陣時喺努力同埋一啲無意之間呢，犯咗一啲即係少少嘅錯失呢，未必需要去到一個即係咁高嘅刑責，或者係法律上嘅一啲追訴嘅嚇。咁我就喺度係即係多謝嚇。雖然我講個 case 好複雜，但係真係好多謝呢警方同埋社會福利處啦，同埋呢一個律政處呢，真係收到市民嘅意見。咁我亦都再講，我其實當日亦都係有其中一個去被諮詢嘅機構嚇。咁我代表個機構呢，亦都俾咗好多我哋認為個法例應該點去寫嘅角度呢，俾咗政府嘅嚇。多謝。Thank you。我諗呢個佢唔係佢係一個書法啊，陳生書發咗佢嘅睇法，佢都好感激，所以我諗係唔需要警方執法者回應。我請下一位。係因為主席當日呢，實在係由呢一度開始嘅呢個 case， 係即係2022年嘅8月，我都記得嘅，所以每一個環節我都喺度記咗。唔該。陳先生做嘢好上心啊 ，thank you very much 啊！佢都好多唔同嘅範疇服務香港。下一位有冇邊位同事想？黃醫生，仲有一位即係陳先生嗱，黃醫生先到陳先生呢兩邊嚇 ，thank you very much。其實我都反響翻陳正恩委員講嗰樣嘢，關於一個平衡係前線同埋個法例嘅執行嘅問題係啊。大家喺社會福利各方面嘅範疇呢，有工作過都知道呢個係一個唔容易拿捏嘅平衡嚟嘅。咁但我想請教呢，其實過去法例我知道好似立法會你哋都反映過，究竟而家數字係點樣啊？即係過去譬如2年嘅時間，因為呢個條例
我哋大約有啲咩數字係被起訴或者係被查嘅？咁啊，中間入咗嘅有幾多係知道係點樣嘅？有冇大約個數字可以喺監警會啲處咧同我哋分享一下？excuse me，嗱呢度寫啦就係2026年1月生效嘅。明白。咁但係之前未生效之前，咁嘅情況又如何咧？咁樣之前就冇呢個條例啦。係，但係性虐待或者係各方面係我哋喺滅罪會都知道有某個程度嘅宗數嘅。你哋有冇資料提供？如果冇嘅話，下次喺第二個會嗰處可以提供俾我。我諗我哋嗰個有幾個即係因為我哋幾樣嘢一齊講緊嘅。第一咧就係兒童咧就係minor 啦，咁有時有啲好細嘅，佢哋好多冇自顧能力嘅，亦都有啲特別需要嘅。咁如果佢哋受到唔公平嘅對待，或者講直啲就係虐待啦，咁需要保護，所以咧就呢度法例咧呢條650咧就係講緊要 mandatory reporting， 某一啲專業人士咧有醫護啦，講簡單啲，包括牙醫啊嗰個好多。咁教書啦、社福人咧，都係需要去 report 見到有個小朋友或者有一堆小朋友係被嗰個不合理嗰個對待。咁變咗咧，呢個係針對嗰啲 carers， 呢啲唔係嗰個以前有嘅呢個責任，而家有呢個責任啫。咁當時有好多唔同嘅考量。咁啱先阿黃醫生問緊個個案呢，其實我估就問緊以前人虐兒嘅數據啊，就唔係問緊呢一個係啦嚇。咁因為好多個因為大家講緊好多唔同嘢一齊講咧，就唔容易分得清。咁啱先阿陳先生前一條講咧，就係講前線咧，好多個唔同嘅前線。我哋講緊執法人員嘅前線，就係街上邊好多警察人員嘅前線。咁然之後亦都有咧，就係嗰個呢啲前線就係啱先講緊啊，醫護啦、教書嗰啲人啦、啲人士咧，前線會接觸到細蚊仔，佢哋見到小朋友翻學咧，又損一塊甩一塊，有啲會斷咗肢節啊嗰啲嘢，咁樣佢哋幾時懷疑咧係有虐兒？我估係講呢幾樣唔同嘅嘢。咁啱先阿黃醫生就係想請教下咧，嗰個虐兒被虐嘅兒童嘅數據係有機會咧透過秘書處，我哋俾翻黃醫生好嗎？OK，thank you。陳先生，多謝主席。好簡單問題，想問下嗰個舉報平台咧，咁即係無論我向社署或者向警方會嘅報告咧，都去咗嗰個平台。嗰個平台其實會 share 啲咩 information 嘅？即係除咗嗰個舉報人佢可能有啲方面啲口供咁做，仲會 share 啲咩 information 嘅咧？Thank you， 警方邊位回應 ？Thank you。多謝委員嘅提問啊。咁我都好概括咁樣講啦。其實就係咧頭先我話條例咧必須要交嗰3類嘅資料先嘅。其實一定係小朋友嘅資料啦。最好佢知道個地址、知道身份、知道歲數，就有幾多其實就寫落去啦。咁跟住就係佢屬於邊一類嘅傷害啦。有時真係多過一個，又打又疏忽照顧。跟住咧亦都要如果佢俾到案發地點啊，咁就當然最好啦。咁因為我哋就可以即時俾一個最準確嘅警區嚟去負責即時跟進啦。跟住就係呢個舉報人員嘅個人資料咯。其實都係咁，係啦。即係 once 即係各方面攞到呢啲資料之後咧，呢個平台就完成咗佢嘅工作啦，係嘛？即係大家有嘅社署或者警方有 follow up 嘅 actions 咧，咁就對方唔會知嘅，即係警方更加唔會啦，因為調查緊嚇。係啦，舉報平台咧就真係就住強制舉報者輸入嘅資料，咁我哋就互聯互通地去做。咁仲有一個 function， 仲有一個功能嘅，就係咧強制舉報者輸入完之後咧，就會即時收翻一個認收證明書，證明我已經舉報咗啦。咁我想問下社署或者警方又會唔會有呢個咁嘅 function， 即係我確認收咗咧？就係喺呢個電子平台度處理。即係警方都會收到嘅。係啦。但係我想知道呢個，因為呢個確認收到就可以保障到大家都收到，唔會話有啲情況之下，我以為你收到，你以為我收到嘅。咁唔該晒 ，thank you。Thank you。我諗陳生意思就係報一次嘅啫，佢唔使4圍真係逐個 counter 報，係啦，一次咁大家會分工，亦都會合作㗎啦，就唔係嗰個舉報者去做啦。呢一個法例呢，其實有啲人擔心呢，唔係喺呢度嘅人，就係呢以前見到啲細蚊仔應該就屋企或者嚴苛啲或者點樣啦，嗰啲報唔報？但係而家呢，就係mandatory reporting啊，就係佢冇得唔報啊。
咁有啲人呢，就係小心為上，就報都係唔係都報，咁亦都會唔會好心做壞事呢？有呢幾種可能性。咁但係呢個只可以法律去拿捏啦。嗰個大家仲有邊幾位想Carmen， 然之後 Helena 兩位嚇，我請 Carmen 講先。好，唔該主席啊。就即係正如主席你指出嚇，呢個法例呢，其實就係1月先生效，咁所以呢，就而家已經嚟監警會報告呢。咁我多謝警方嚇，即係喺2個月生效，因為呢個都係社會比較關注啊。經過即係各方面嘅努力呢，就係我哋立咗法，亦都係生效啦咁樣。咁畢竟都係2個月嘅數字。咁我留意到呢個 PPT 入邊呢，提到內部支援有一啲嘅工具嚇，咁嗰個去到增加嗰個家居嘅錄影室，呢個係一方面啦。咁但係嗰個已經係犯咗即係你已經係發現有呢啲嘅個案，係幫助嗰個兒童喺一個佢熟悉嘅環境裏邊嚟到去俾口供啦嚇。但我就關注一啲喺幫助嗰啲前線專業人員，頭先主席提到嘅嗰20幾類嘅嚇，即係18+4+3有25類嘅嚇。咁呢25類嘅人員，佢掌唔掌握到你哋呢啲嘅指引嘅卡嘅？即係包括有一啲話係行動指引卡啊，或者係內聯網嘅資料庫啊，邊啲情景佢哋係一啲即係幫助佢哋去辨識有冇呢啲嘅情況？呢個係就係俾警方用嘅，定係俾嗰25類嘅專業人員用嘅咧？唔該，主席。Thank you。警方有冇一個回應啊？我都可以回應。Thank you。係多謝委員嘅提問。咁頭先其實就係講緊嗰啲行動指引卡嗰啲，真係正係針對我哋警隊內部處理呢一單調查嘅。咁而話嗰25類指明專業人員咧，就係我頭先所提及咧嘅保護兒童網上課程嗰度已經涵蓋咗啦。咁另外咧，其實即係電子平台度咧，我哋都有幾樣嘢係會俾啲舉報者諗一諗。呢一單係咪強制舉報？包括咧有一個決策流程圖咧，同埋輔助分析框架咧，都係喺呢個電子平台度研發出嚟咧。咁其實啲強制舉報只需要逐格去回應翻個問題咧，就會知道應唔應該舉報，同埋成個流程應該點樣做嘅。Thank you。我等Helena 仲有嘢問係嘛？係。OK。我想問一問咧，頭先你講譬如呢啲嚴重傷害有幾項，即係身體啊、生命啊、心理上咧，係包含晒所有嘅虐兒嘅條例啊，定係其實呢個唔係完全覆蓋晒所有虐兒條例？不過 fall into 呢個強制舉報裏邊，即係話譬如我當可能一個老師見到佢媽媽可能咧幾次都可能咧當佢冚咗個小朋友拍打咗佢個面部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唔 fall into 呢啲嚴重性、生命性嘅傷害啦，咁所以咧嗰個老師係其實唔需要舉報，定係即係其實都需要舉報呢？咁另外呢個衍生到呢，就係另一個，我相信呢好多呢啲前線嘅人員呢，佢哋都會好怕自己可能見到一啲情形，而但係冇舉報到，最後呢可能會遭受一啲法律嘅處分咁樣。咁可能呢，佢見到好似頭先個 case 咁如果我做老師，我見到個媽媽打個小朋友，咁但係唔係話打到佢好嚴重受傷，可能冚佢一下啫咁。咁我又打佢，我又嘗試去舉報喎。咁舉報完之後，有冇一個 screening 嘅措施係話其實你呢個屬唔屬於強制舉報兒童呢個條例以下？其實你需唔需要去做？定係每一個舉報嘅案件，你哋都會去跟進去調查？咁會唔會亦都咁樣延伸到就會去花費咗好多嘅警力去到做呢？唔該。Thank you。警方回應係嘛？好啊，多謝委員嘅提問。咁我覺得我回應第2條先啦，即係要重申一點，警方處理虐兒嘅原則一直冇變，無論嚴重定係唔嚴重，我哋一定係會由交由專責案隊去負責。所以真係唔需要擔心話，打幾巴會唔會其實真係唔使報呢？唔會係咁樣諗嘅，真係點都係會查。點都係，如果有案，我哋一定會去做。咁所以咧，你話一啲非嚴重嘅個案，冇錯，可能真係唔係喺條例指明嘅嚴重傷害，但係我哋都話一般嘅虐兒嘅舉報都係可以照用翻呢個流程嚟去做。我哋始終都會有調查隊嚟去跟進嘅。咁第一個問題就係依家呢一啲嚴重傷害條例裏邊講嘅係咪唔夠涵蓋晒依家現行嘅保護兒童嘅法例呢？咁我就覺得呢個我都唔同意嘅。我反而覺得佢哋嘅
嘅範圍係更加闊。即係其實現有嘅保護兒童嘅法例其實都係侵害人身罪或者係刑事罪行條例，但係咧我哋會睇到依家講緊條例嘅嚴重傷害係遠遠多過現行有嘅法例咯。係咯，咁希望解答到委員嘅問題。Thank you。其實咧，啱先問嘅題目，不過我估好易答咗嘅就係咧，會唔會得舉報嗰樣嘢其實唔係 child abuse 或者係未曾屬於嚴重嘅虐兒，但係其實咧，任何人去舉報，而家講緊執法啦，任何人去舉報就係我懷疑人哋超速，我懷疑人哋係無牌駕駛，我懷疑人哋係唔應該泊車地方泊車。咁如果原來嗰度係冇超速，冇唔應該泊車，或者佢有牌駕駛，咁冇問題嘅，只不過唔係特登浪費警力，即係嗰個另一個極端啦。咁就如果佢特登整蠱警察，即刻浪費警力啦。但係否則的話呢，咁去報一樣嘢冇問題嘅。尤其是就算佢有檢控啦，無論係警方檢控或者律政處檢控啦，唔係一定入罪嘅。咁呢個都唔係一個惡性嘅，就冇問題㗎啦。呢個就係我嘅理解。Thank you very much。不過呢個唔係鼓勵人哋無端端走去嗰個舉報，因為都嗰個無端端第一真係浪費警力啦。第二呢，呢個當時立例嗰陣時有呢個擔心嘅，就係呢會得騷擾到人哋家庭嘅和睦啊，人哋教仔啊走去搞一大堆咁嘅嘢。Thank you very much 啊，係咪陳生仲有想講？我請補充一句嚇。我想補充翻呢，就係話點解我頭先話呢個法例我哋覺得係好，係因為佢喺嗰個門檻度定得好清晰，唔低嚇，雖然係即係有少少係高噶啦，其實以我哋了解，咁但係因為呢個門檻呢，令到我哋所有嘅前線，尤其是社會服務嘅前線同事呢，佢唔需要喺一個惶恐嘅情況之下，日日都驚，因為有法例話你唔舉報呢就有問題啦。咁啊個係咪即係要捉啲問題出嚟呢？否則我就俾人告話我唔舉報呢。咁因為個門檻定得夠，即係個水平夠好呢。咁我哋喺前線上就唔係好擔心每日另外一個同事會唔會睇到我咁樣做完呢又告我呢？咁呢個擔心少咗呢，令到佢哋工作啊各方面會暢順。其實尤其是係照顧啲minority 啦 minor 嘅人，其實係即係啲小童呢，係更加令到前線會照顧得更好。即係有陣時個法例喺度會令到件事差咗，有啲嘢會令到個件事好咗。咁我就睇到呢個法例呢，有機會令到前線係放心咗，去繼續去做應該做嘅嘢嚇。咁就亦都唔擔心話個身邊嘅同事或者上司呢，就針對我嘅時候就隨便就去告啦。當然去做咩都得，但係起碼法例上唔會令到佢哋咁容易去起訴或者去即係投訴啦。唔該。好 ，thank you。嗰個你有冇係咪徐湘賢女士有 ？OK， 好。咁我哋仲有冇？因為今日我哋而家時間差唔多啦，我哋講下一個議程嚇。Thank you 咁多位，又係嗰個 Matters for Information 有如上咁嘅兩項，一個就係 CAPO 嘅 Monthly Statistics。咁邊一位同我哋講先？下邊仲有嘅 Criminal and Disciplinary Checklist 係咪 Stephen 同我哋講啊？係啊，主席。Thank you，Stephen， 麻煩你。好，主席，各位委員，以下落嚟呢，我會同大家報告最新嘅投訴趨勢。嗱，首先呢係須匯報投訴嘅指控嘅數字。熒幕上面呢，由左到右呢，分別係2024年去到2026年1月至2月嘅須匯報投訴嘅指控嘅數字。26年呢，首兩個月呢，投訴警察課呢，總共接獲328項嘅須匯報投訴嘅指控。較2025年接獲嘅430項呢，係下跌咗102項嘅，相等於大約係24%。無論係軍裝嘅職務引起，抑或係刑事啦，或者係交通職務引起嘅投訴呢，個指控呢，其實我哋都睇到係呈呢個下跌嘅。而最多嘅3項嘅投訴指控呢，就包括咗未能正確徹底調查案件啦，冇禮貌同埋未能及時採取行動或者延遲採取行動呢。喺2026年頭兩個月咧，所接獲嘅投訴嘅指控咧，當中佔96%都係性質輕微嘅投訴。跟住落嚟咧，我會同大家睇睇咧呢3年嘅投訴指控嘅數字。喺圖中大家所見到由左手邊數起，頭3類係性質輕微嘅指控，包括咗疏忽職守啦、行為不當冇禮貌同埋粗言穢語。喺2024年至2026年1月至2月期間，都係佔大多數，大約係95%。嗱，另外咧喺性質嚴重嘅指控呢，係佔餘下落嚟嘅5%。
26年嘅頭2個月呢，相關嘅指控嘅數字呢，相較25年呢，係保持平穩嘅。呢一張嘅投影片呢，會就顯示到喺26年嘅1月至2月呢，獲監警會通過嘅指控嘅調查結果，獲通過嘅指控呢，共有300項，當中呢係有49%呢，即係黃色嘅部分呢，係因為得唔到投訴人嘅協助呢而無法追查，有19%即係灰色嘅部分呢，係透過簡便方式解決一啲性質輕微嘅指控。另外咧有18%即係深藍色部分呢，係根據投訴人嘅意願呢，係以撤回投訴嘅方式處理。餘下落嚟嘅14%呢，即係橙色、淺藍色、綠色同埋紅色嘅部分呢，係經過全面調查嘅指控。嗱，當中有4%呢，係獲證明屬實，同埋未經舉報但證明屬實嘅。以上呢，就係投訴警察課就投訴趨勢嘅報告。多謝主席同埋各位委員。Thank you。咁我請你講一講嗰個 criminal and disciplinary checklist 先好嗎？係。Thank you。多謝主席。咁啊，就呢個一覽表呢，我哋個個案進度呢，就刊列咗喺附表嗰度。喺呢度呢，我冇補充。多謝主席。Thank you。我睇下同事有冇嘢提出嚟同大家商量或者提問下，有冇人有嘢提出嚟？就呢兩樣嘢，就係Stephen 啱先同我哋講嗰個 Capo 嘅 monthly statistics 同埋 criminal and disciplinary checklist， 有冇嘢提出嚟問或者商量啊？如果冇嘅呢，咁我哋呢個議程都完成咗啦。咁到 AOB 我哋今日冇 AOB 嘅，咁下次開會時間呢，係本年6月16日，都係星期二。請大家到，多謝大家。